桃园机场运量已经大大恢复了，预估今年会有2800万人次，是2019年疫情发生进前的5成6左右哦。今仔桃园机场无发表无人驾驶的巴士接送旅客，这嘛是欧洲头一个有这款服务的机场。桃园机场今年年客运量到5月初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4月平均的日运量是9.1万人次，达到疫情进前的68%。全年旅运量估计能到2800万人次，是2019年疫情进前年运量的58%。桃园机场也积极伫咧扫智慧机场自动驾驶接驳车。我觉得还蛮好的、怎么说？就是感觉方便程度跟效率都会提升不少吧。应该还不错吧，因为国外蛮多都是无人驾驶的。是亚洲机场的第一个首例。第一个。对。哦，那应该不错啊，对，蛮支持的。伫荧幕顶头是要去的所在，自动驾驶车就开始驶。桃园机场甲工研院合作，二是发表全国速度上紧、时速到50公里的自驾长效验证，也是全世界排伫美国航社天港国际机场了后第2个自动驾驶接驳机场，也是亚洲国机场唯一伫咧国际机场提供自动驾驶接驳，避免疲劳驾驶。机场是24小时在运行的一个服务单位，所以自驾车呢，它确实可以让我们在员工或者是驾驶的调度上面，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力的需求。因为车速很快，它必须要克服很多这种车况一些相关的一些路况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在技术上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里程碑。机场公司讲，长效验证路线自第2航厦做起点，经过1航厦航油中心、航警局抑个台北关，全程4.2公里。去年8月开始测试，累积的运行里程超过1000公里，希望会让真侪领航未来的智慧机场。经济部也讲，根据国际产业调查公司的报告，去年全世界自动驾驶的市场要到113亿美金。估计到2025年3年的期间，会超过1300亿美金，成长10倍以上。记者综合报道。